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美国 AIT 处长高立言昨强调讲，自由不是免费的。总统赖清德今仔搁再呼吁在野党麦克动国防特别条例。香港维权人士唐伟雄和香港政府通缉，伊伫台湾的工作室去年底红快邮差，刘伟辉讲是中共指挥香港人来跨境镇压。高雄高山一栋长得起的大楼，楼尾顶着火，消防设施无够，消防员对1楼流水线爬去26楼拍火，加载是无人受伤。来看8档1.25条的国防特别条例，直立法院8届受到南北否决，无法度交付委员会审查。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高立言昨出席国防安全研究院的讲座，讲到美国支持赖总统提出的国防特别条例，佮强调讲自由毋是免费的，美国是无应该家己承担。美国帮助朋友的程度会看因为愿意帮助家己付出偌济拍拼。总统赖清德今仔是搁再呼吁在野党卖个动啊。另外，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嘛点名台湾，质疑咱国电子零件有卖予罗西亚来做飞弹。赖总统希望讲会当提供愈较详细的资讯，会来加强管制。嘛强调讲，咱台湾会甲乌克兰人民徛做伙。自由不是免费的 ，Freedom is not free。卡布停落来定讲这句美国俗言。总统赖清德23出席电气空调影音年终国务典，面对8年规模1.25条的国防特别条例，说伫立法院8届卡条的无予以审查，连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高立言都出声，讲美国会当帮助朋友的程度，看因愿意为家己付偌济努力，互赖总统决定各向南北发声。台湾现在面临中国的威胁。我们一定要大力支持国军。有道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支持国防，通过国防特别预算，就是对国军最好的支持，也是爱护国家最好的表现。因此，敬请在野党不要再挡了，应该让国防特别预算尽速审议完毕。赖总统声明希望和国军徛伫第一线，袂惊吓保家卫国。同时间，和政府攻击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阵煞点名，认为罗西亚会持续对乌克兰发射弹道飞弹、巡弋飞弹，甲美国、台湾、欧洲的关键连锁件留给罗西亚有关。我在这里，请乌克兰泽伦斯基总统把讯息给台湾，我们愿意加强管制，透过第三国，同时隐藏最终目的的商品，避免进入俄罗斯，来保护乌克兰。最后，我祈求上帝保佑乌克兰尽速获得和平。讲台湾甲乌克兰人民徛斗阵，无容忍任何协助侵略者，也是违反国际禁运甲出口管制规定的行为。赖总统讲，台湾已经加入欧美制裁罗西亚，甚至要少年人去乌克兰参战，甲乌克兰的人民徛斗阵。强调伫未来战争结束了后，台湾我愿意甲欧美盟友国家加入重建乌克兰的行列。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美国 AIT 的处长高立言讲，自由毋是免费的。《纽约时报》嘛指出讲，美国有可能会继续施压在野党。咱国外交部的处长吴志忠表示讲，面对中共的威胁，咱台湾就爱自我防卫。国民党的立委赖士宝是认为高立言的讲法，就是爱介台湾赶紧交保护费。另外，针对总预算案甲新兴预算抽出来单独审查，昨调野协商是破局，今仔调野会搁再协商。台湾为着反制中共的威胁，国防部要透过1条2500亿国防的特别预算，要来赶紧提升战力。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高立言甲咱相听，不过在野几啊届甲国防特别条例动落来，引起国际关注。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台湾调野政治对起的情势，恐惊会引起外界质疑咱国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美国可能会因为安尼，增加甲在野党施压的力头。其实我们自己要先想说，我们自己的国家本来就是自己要捍卫。如果在被这么大的关注之下我们把这个捍卫台湾的一个事情交给别人，我想都不是一件好事。台海区国际看作是冲突的地区之一，吴志忠强调讲，台湾爱捍卫家己，甲国际寻求共同的利益。针对高立言讲到自由并不是免费的，南亚立委赖士宝讲，这都是爱台湾赶紧交保护费。买武器就是保护费的一种，那现在等于是他要叫你赶快交，
我们交的不够快，他就生气了。台湾只要付钱就好，付完钱就提升台湾的国防战力，还是要拿到武器才能提升台湾的国防战力。除了国防特别预算卡关，115年度总预算案嘛，也未付卫星查，若未抽出 TPS 等等38项新型计划，行动用支出拢总718亿，调野协商日日破局。不过若未要是要拼这个会期来通过，立院批评在野是归君主，无要心总预算。不要一边喊 TPS 会断炊，一边喊生育津贴会断炊，就真的要他表决的时候，民进党就开始摆烂缺席、反对，不能够用决议案来凌驾应当经过3读程序的预算案。即使这个议案被表决通过，它的效力也大有问题。23议会调野达成共识，针对总预算案施行计划行动之案，会各一届协商再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半导体厂商联电传出甲美国半导体公司英特尔合作，英特尔授权独家专利的技术，甲联电的制定来合作，要抢占 AI 的商机。也毋过，联电是正低调，无正面来回应，只强调讲目前甲英特尔合作重点是放伫12奈米的平台，卖继续来加强因制定的竞争力。半导体制定合作传出全新的进展，市场风声联电甲英特尔伫2024年初宣布合作开发12奈米制程了后，即马英特尔要授权用伫 IB 级制程甲先进封装的独家技术 Super MIM 超级电容，互联电使用，互双方技术能力升级。半导体的电晶体越来越小，电容有时候电流很大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有一些运作不正常或者是漏电的现象，所以基本上在先进制程的方面，就是都有一些解决的方案。那 Intel 的解决的方案就是用所谓的超级电容，联电这个12奈米的制程会用在可能 AI 的大概比较周边的，那这些 IC 可能也要承受资料高速的传输。根据双方目前合作架构，消息人士讲 ，Intel 当地规划甲 Super MIM 超级电容技术导入现有合作的12奈米甲14奈米制程平台，佮延伸到先进封装相关应用。业界分析 ，Super MIM 会当解决先进制程电源的噪音，也佮影响功率波动的问题。双方合作有助联电切入 AI 加速器、高速运算等高附加价值运用。对这代志，联电讲，目前甲 Intel 的合作也是放伫12奈米平台，未来有可能扩大合作的范围。Intel 授权当然对联电是好事，因为联电的20奈米以下制程当然没有 Intel 那么成熟，所以经由 Intel 这样的技术授权之后，那联电当然就可以切入20奈米以下的这个制程。业界对于技术合作持正面的看法，受到前一天美国推测，台股23表现真强，盘中捌冲到3万2，徛上32042点，收掉50日线。分析师表示，观察台股的成交量，是毋是会当超过9500亿，到时甲外资布局动向是指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行政院秘书长今仔带领中选会洪提名委员拜会立法院的调野党团来拜托支持，因为年底特别选县市长甲议员，秘书长是希望讲调野会当理性来讨论，或者的被提名人会当顺利过关。民进党团是表示讲会支持，民众党团的总调黄国昌是强调讲会以专业来审查，下晡会搁去国民党团来拜托。真的是报告哦，那也请黄国昌总召跟主席放心，他不是密件，可以带出去看。行政院秘书长张春涵23带领7个中选会被提名人拜会调野立院党团，在这届拜会上尾，亲身把报告书交予民众党团，而且希望争取支持中选会人士，嘛呼吁调野会当理性审查，顺利通过。行政院这一次也征询了3个党团，那也透过跨党派的推荐，我们也提出了跨党派兼具理论跟实务的7位被提名人，那希望都能够过关。张春涵表示，调野政党对无在籍投票有真侪讨论甲提案，立法院后礼拜1会安排公听会。黄国昌拜托所有被提名人，民众党团本的文件都要提早交回来，民众党委员会针对回答的内容来进一步请教，加做行使投票权的依据。
在2月1号，对台湾民众党来讲，会进行部分的换选。这一次的委员审查所留下来的记录，就会直接决定接下来委员他们在行使人事同意权的时候投票的意向。如果立法院能够在严格的审查之后，然后能够一致的投票通过，我觉得这个会是立法院的一小步，算是台湾民主的一大步。张春涵甲被提名人一家人下晡会拜会国民党团，针对中选会主委被提名人游盈良几日改批评民进党，引起绿营内部有一寡声音。民进党团要是表态讲会全力支持行政院提名人选。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个参加反送中运动流亡来到台湾的香港人唐伟雄，伊伫去年11月20日，香港政府是对伊发布通缉，3天后，伊伫树林甲太近的工作室轰破邮册。陆委会调查指出，讲2个嫌犯伫犯案了后，随对桃园机场离开，登去香港。认为讲这是中共指挥香港人来台湾跨境镇压的案件，嘛强调讲会全力来侦办。因为参加反送中运动，伫2022年，和太太作为搬来台湾的香港人富唐伟雄，踮台湾嘛持续参加声援香港的行动。香港政府伫去年11月20日对伊发布通缉，第3天后，伊伫树林的太空工作室路人破红擦。他就从这边直接拉破，我这面墙壁这一面全都是油漆。我们看到上面红色的好像一个拳头，然后下面我们看到好像有3个 F， 是不是好像有点 Fight for Freedom 的意义？时间经过2个月，大门甲壁顶的红擦阁真清楚，富唐规甲红擦设叫做装置艺术，展现伊坚定退入香港出声的决心。伊嘛讲，破红擦就是要互伊心内会惊赢。嫌犯是一个查甫，一个查某，犯人进前北京要来问太君的课程。要进来看了一下，聊了一圈，楼下的摊贩大哥跟我讲，就是他前几天也有过来，这个压力一定是有的，但是如果停下来发新的说话，会让他们更加的过分，所以我们不能够停下来。以早爆发新界几啊件香港人伫台湾受攻击的案例。2019年，香港歌手何韵诗参加游行去破红擦。2020年，铜锣湾书店重新开幕的时候，嘛去破擦。协助在台香港人的餐厅保护伞，国家是去破垃圾物件。这几案的嫌犯都是台湾人。刘月讲，这个2个嫌犯是犯案了，坐飞机登去香港。他们这一次付出的成本是蛮高的，以后也不能来台湾，其实有一点不合比例的。会不会是他们其实有一点在试台湾这一边的那条线在哪里？严正警告任何协力者，若配合中共对台威胁、渗透及破坏的行为，台湾政府一定依法严惩，绝不宽待。刘月讲，这是一件中国指挥香港人来台湾做跨境镇压的案件，严厉警告讲，对相关的行为绝对无放煞，强调会全力侦办，依法严处。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市民区主任甲大同前董事长吴乃麟，佮邀请4个检察官做伙甲中人的业者来食饭哦。将近6万块的餐费是业者付钱的，嘛引起外界的质疑。检察官评鉴委员会是认为市民区伫代志爆出来了后，才转钱予朋友，这违反检察官的形象，所以报请法务部移送庭改。今仔宣判罚伊薪水2个月，大约是罚30多万。餐厅外口讲有笑，去年底这个餐会由任的中介业者请犯下带糖卖地案，互人判有罪定案的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做伙食饭的，还有北检检察官市面区顶在场引起风波，而且我要6万块的餐费全部是业者付钱。这个案经过北检调查，检评会决议，甲市面区移送庭改法院，专案移送宣判，市面区互人判罚2个月薪水，还可以当上诉。被负惩戒人上述的行为有损检察公正廉洁的形象，已经违反检察官伦理规范，有惩戒的必要。被负惩戒人的违失情节尚未达到不适任检察官或公务员的职务而应予汰除的程度。专案规定的时阵，虽然市面区会室内表示会合法反省，不过嘛当庭表示，颁布10多年的检察官伦理规范，限制检方的正常社交礼俗标准，金额上济3000，早就无下期待。面对目前物价这么悬，讲有调整的必要，若无会致使全国1400检察官拢有犯案的危险。即马伊的相关行为也是互法院认定有违失。
检察官在台湾就是具有就是侦查犯罪，然后必须要可以受到社会信任，要有公正的形象。所以就这部分的话，不论受招待金额的高低，其实就交往的部分，还有就交往中所谈的内容，其实就要特别的谨慎。其实除了市民区迄间在场人，还有北检其他市的检察官，因为事先拢唔知影，到尾也无互检评会议上。民间司改会认为，无论交代金额多少，检察官比一般的民众讲甲做必须更较注意，一定要会晓准则。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高山一栋长起的大楼伫饭店楼尾顶着火，附近民众是讲有听到爆炸的声，有真侪人拢赶紧出来了解。因为大楼消防的设施佫无够，分推车也无够悬，所以消防人员是对1楼有水线爬去26楼拍火，加载无人受伤，着火的原因要佫调查。消防车呼呼叫，大楼的楼尾顶已经规个着火。高雄高山这栋26楼悬灯咧起的大楼，23饭店向对楼尾顶着火烧起来。因为大楼顶悬拢是高着火帮无，4颗连灯嘛拢是大楼徛家，火愈烧愈旺，火青佫一直互风扇过来。附近住户看办事唔对，拢赶紧走出来外口。我们就是有听到砰爆炸声，我们还以为是什么天冷了掉瓷砖，然后开始我们大楼就有人在喊了，就是顶楼起火了。有住户通报，我们才赶快跑下来看一下。我现在是很怕它火掉下去，刚刚我们就在它后面下面。因为火烧的大楼也搁咧起，消防设施无够，导火所在搁伫咧26楼，分推车水拍袂够，路尾是靠消防队员称25公斤重的装备，对1楼有水线爬起的26楼拍火。消防局表示，大火伫咧2点钟内拍挂，火势无摊开，嘛无人员受伤受困，详细导火原因搁需要单台调查。我们有升云梯车做涉水防护，那也有临近大楼部分也有利用他们的室内消防栓涉水做防护。工地人员有表示说，燃烧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吗？我们上去看的内容，我们上去看的是一些杂物跟一些板材，因为这是施工中的一个工地。因为分推车无够悬，最后是靠25个消防员由水线爬起伫26楼拍火。消防局表示，目前高雄50米的分推车有7台，30米的有20台，会当请到20楼以上的70米分推车，按算11月要交车。高山区这几年大楼建案真侪，一栋比一栋悬，要安怎来面对大楼的火灾，确实需要做好准备。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郭永昌报道。再来看南投警方抓到假造政府机关爱民众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案嫌犯伫南投县的水里第3等所在装电信设备设诈骗的机房，警方长期调查嘛顺利将2个嫌犯抓起来，其中有1个嫌犯是被判刑19档的通缉犯。案经长期搜证跟监，掌握黄贤2人住居所后，规划勤务围捕黄贤2人。实施攻坚搜索过程中，黄贤窜逃至4楼屋顶，警方立即调整战术，并由执勤人员对其心脏喊话，视黄贤窃其心房后，顺利逮捕到案。警方破门抓人伫1楼抓到姓王的嫌犯，另外一个姓黄的嫌犯伊秘伫厝顶大的铁厝内底，嘛互警方抓起来。这2个嫌犯伫南投县水里乡一间透天厝来设诈骗的机房，假造是公务人员，讲会当来解除分期付款来做诈骗。警方表示讲，这个姓黄的嫌犯嘛，因为毒品甲枪炮案是通缉犯。再来看屏东潮州有一个民宿的头家伫面册发文指控讲，有同业甲伊租伫转运站附近的民宿，原本契约是拍5档，后来有纠纷，2档前就无阁继续租咯。也毋过对方伫网络的相关资料嘛无摕落来，伊准备要去提告。也毋过，这对对方是讲伊是袂记只甲大文抬掉，毋是调工的。这间民宿就伫潮州火车头附近，生意袂歹。头家煞伫社群顶面发现，同一间民宿有别人大文做广告。原来对方是同业，3年前捌甲因租过这间民宿来经营，因为发生纠纷退租。毋过对方伫社群面顶的资料无摕落来，只好伫网站敲吹，出现的又阁是厝脚业者的电话资料，互伊感觉影响到家己的生意。就赫然跳出来，他还在上面哦。就2间了，我就赶紧点进去看，然后就非常气愤了。他已经盗用我们的那个民宿招牌，
然后盗用1年多。董事林才生气，认为对方既然退租啊，就应该把广告摕落来，才袂互人客分袂清楚，影响到因的生意，有侵权和冒用商标的疑虑。实际找网站已经无相关民宿的资料，询问另一方业者，伊解说社群看到的拢是当时亲情斗推广的大文，退租了后袂记哩抬掉，是原本的头家甲讲，伊才赶紧摕掉。当时我确实1个月4万跟他承租啊，那时候确实我们有把招牌放在民宿上做使用啊，那个都是当时 FB 的一个分享在个人脸书的贴文而已，我们也没有做什么网络商业内容啊。因为潮州火车头附近闹热，是真侪前往恒春垦丁佚佗的歇困中站，所以遮的民宿生意拢算袂歹。双方业者嘛无料到讲会因为店名和租约的问题引起纠纷，当事民宿嘛已经报案，争取家己的权利。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移民局伫明尼苏达州掠非法移民，又搁引起争议哦。一个敢若5岁查甫囡仔20下课的时，煞甲爸爸拢互掠起来，相片互抛伫网络顶头嘛，引起真侪同情。因的律师嘛指出讲，这家伙仔是2004年对厄瓜多来美国寻求庇护，因拢有遵守所有的程序。5岁拉莫斯放学了后，和阿爸斗阵回去，特别到厝啊，雄雄出现一阵野枪兼抗面的执法人员，先甲因老爸掠走，煞袂佮甲拉莫斯带去后门，爱伊弄门。迄时拢无人回应，探员就甲拉莫斯带去车顶，加送去德州的拘留中心。代志发生的时阵，住伫附近的厝边拢走出来看，足侪厝边拢讲愿意照顾囡仔，恳请探员唔通甲囡仔惊着，毋过探员拢无咧听。I heard one neighbor say, I live in this house. I'm part of this family. I can take him, let him come to me. I heard another neighbor on the other side say, I have the forms. His mom signed the forms. Let me have him. I know him. I know him. I kept saying, stop, wait. He can go with us. He can go with the teachers. And then they took him over to the car and he was just standing there. And then they quickly put him in the back seat and drove away. 5岁囡仔爱卡网、地帽啊，惊吓相片，互大家拢足关心的。毋过嘛，加深外界对 ICE 恶质的印象。国土安全部伫咧 X 发文澄清，因掠的人毋是囡仔，是伊非法外国人身份的老爸，而且佫讲，即个老爸互掠时阵，家己甲囡仔放咧拢无咧顾。Is that the 5-year-old was not arrested? That his dad was an illegal alien, and then when they went to arrest his illegal alien father, the father ran. So the story is that ICE detained a 5-year-old. Well, what are they supposed to do? Are they supposed to let a 5-year-old child freeze to death? Are they not supposed to arrest an illegal ali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拉莫斯因兜的代表律师2日对外表示，因规家伙仔是2024年为厄瓜多来美国寻求庇护，遵守所有的程序，嘛无逃避 ICE 的调查。代志发生的哥伦比亚高地公立学校学区督学史登维克召开记者会，就讲学区最近这2礼拜，包括拉莫斯在内，各有一个10岁、2个17岁，拢总4个学生互 ICE 拘留。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关心天气哦，今仔日是开始强烈大陆冷气团豆豆减弱，温度嘛慢慢回升。气象署是讲，这份好天的天气会到后礼拜1咯，也毋过后礼拜2开始哦，又阁会是阁湿阁冷的天气。拜5透早继续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上低温出现伫马祖，只有6.6度。毋过气象署讲，日食强烈大陆冷气团就会开始减弱，各地拢会回温，会当看到日头。但是因为遮方面的关系，所以北部和东半部部分的地区也是会有雨，要到礼拜水汽才会减少。那到礼拜天跟礼拜1的时候，其实这个水汽上开始会比较明显减少，所以各地都回复成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只有像是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是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况。那再来就是说，从下礼拜2开始的话，我们预计是会有一波锋面会有逐渐通过，那随后就是会有一些华南水汽开始有逐渐东移的一个状况之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降雨的一个区域上都是有比较明显增广的一个状况。气象署表示，温度回温到后礼拜2就搁要变天啊，到时会有新的冷空气落南，加上华南水汽，气温会降低，全台湾水汽也会增加，有个新的冷空气会赶到后礼拜4。礼拜1的时候，其实会是未来这一周相对是比较温暖的一个时候，在各地的高温上都是可以来到24到26度左右，算是相当的温暖。那但是到了下礼拜2之后的话，随着另外一波冷空气逐渐南下之后，
我们可以要像是在北台湾地区一个温度上来讲，开始会有比较明显下降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像在礼拜2和礼拜3的时候，整天气温大概就是不超过20度。因为剩3礼拜就要休过年，家家户户若要大摒扫，就要把握24、25这礼拜6礼拜的好天。气象署预告，刷落来假日大部分拢会是冬天的天气形态，敢会亲像这礼拜6礼拜回温阁好天，爱阁观察，会当注意气象署上新的天气预报。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嘉义市政府明仔载后日2日要来颁发现金6000块，嘛要发予65岁以上的时代春节的礼金。市长黄敏惠甲市府团队是去到银行来点交计共15亿8千万的现金，今后嘛附送这现金去市警局来保管。拜六透早，工作人员就来警察局提钱登记发，全程嘛拢会有警察来护送。嘉义市政府民政处甲社会处出动100多名工作人员，无因咧点收现金，才计共有15亿8千万。市政府暗算伫24、25这2天要开始来进行6000块的普发，各有65岁以上长辈的春节礼金。过年可以加菜，也可以购买一些新的家电。要一个较营养的吼，一个出去外口佚佗一个安尼，对咱本市个消费一下吼。嘉义市这届加发予市民6000块，计共设立132个点，用分阶段办理的方式。第一批伫24、25这2天早时8点半到下晡4点，民众只要有载囡仔身份证甲通知单，就会当伫指定的所在来领钱。1月24号、25号，请大家务必要携带着通知单，依照我们有136个指定的发放场所，大家去领取。为了要保护这15.8亿的现金，嘉义市警方嘛全部动员，家己护送到市警局来保管。24、25 2天会增加500多名的警力，除了协助介好送钱到136个普发的据点，嘛会加强巡逻，让现金普发会当顺利进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台中哦，有一个55岁黄小姐，伊少年的时两骨就歪去，这2天哦，两骨拢真酸，佮真痛，脚嘛会麻，会肿，行路变甲真困难。医师是透过3支微创的手术，甲伊的两骨哦敲好正，佮甲两骨敲好直。经过治疗，这黄小姐的身悬是比之前佮悬5公分。55岁黄小姐手术了后，总算会当正常行路、正常生活。为伊进前的电光片来看，连骨真弯，那真痛，甚至无法度家己自由行动，互伊感觉真痛苦、真无方便。就突然间脚很麻，痛到就是脚很麻，后面的脊椎也很痛，然后整个下半身在走路的时候也会有那种下坠感的疼痛。黄小姐甲医师讲，伊长期有连骨弯曲的问题，伊无重视，一直到最近2年，因为长期退化得着神经，若身躯向倒边歪一边，也佫有两骨滚轮阵变形。就医的时阵已经弯47度，院方利用3D 导航微创手术定位，两骨甲敲正，佫加支持中间，甲伊的两骨敲转来90度，这也互患者加悬5公分。30度以内通常是可以物理治疗。30到40度才需要做背架的保护矫正，那40度以上才需要开刀。那即使是到40度以上，大部分的病人也不会想要开刀，除非到很大的角度。医师讲，若是两骨敲一边超过10度，就会当诊断是两骨弯曲。长期若是无处理，可能会致使慢性痛痛、神经压迫，甚至影响内脏的功能。中老年人常常有退化性两骨弯曲，较会去疏忽。医师呼吁民众，若是发现长期身躯会出现敲一边，也是有腰、脚趾痛痛、下肌身会麻这个症头，应该要赶紧接受评估治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卫生福利部去年修正特管办法，要来管理医疗美容。这个月中嘛，伫网络设美容医学专区，要求医疗机构甲相关的医师拢爱来登记，提供民众来查询。卫生福利部嘛表示讲，阁有94间的医疗机构无来提供医师的名单，嘛已经有要求关市的卫生局得爱全面清查。伫卫福部的官方网站医事查询系统，点入去美容医学专区，就会当选择要查的县市。1月19起过的平台，提供民众查合法医美诊所，还有操作医师的资格。不过，各间登录状况拢无同款。目前还有94间医疗机构还无列出操作医师。基本上完善一点的话，应该对民众会查询的话会比较安心一点。我自己都会稍微上网查看一下。
啊，或者是说有人去过，然后会稍微询问一下。那如果政府有把这些资讯全部一起统整起来的话，那会比较方便一点。对，就不用一个一个、一家一家各自再去查。足侪民众已经把医美当作是保养，虽望肯定主管机关有统一的查询平台，不过希望更加完整的。卫福部医事司嘛解说，经过了解，要无登录的原因，可能甲人员离职调动有关系，还有卫福部新规范做操作医师的资格有关联。目前已经请各县市政府卫生局来清查。因为我们现在1月1号规定它有一些必须要上的时数跟那个取得一些相关认证的资格，他可能目前还没有取得这个资格，正在补件当中。查不到操作医生的资料，更集中在风险较高的手术项目，卫福部应该要准备周全再上线，而不是急就章，反而会影响到这个查询专区的公信力。医改会指出，查询专区是为着保障医美安全。因若过年进前拄好是医美的大月，若是平台无法度提供正确的信息，对予政策的善意拍折，呼吁应该随定出明确的期限，无登录就袂使卖。公视新闻4加林志坚台北报道。要过年咯，调查是指出讲，今年年尾奖金平均1.58个月是15档来的新高，以金融保险业将近2个月上济，过来是建筑营造甲不动产咯，电子科技甲半导体产业平均是1.73个月，一般的服务业、旅游业甲教育出版大概拢是1个月左右。AI 长时行，互订单嘛堆咧起样。伫咧真出名的科技大厂做制停工程税的嘛，一工平均做12点钟，虽望工课压力是有够大，不过领到的年底奖金是互人有够新鲜。目前任职于科技厂，那是生产线相关的工程师。年终分红就受惠于 AI， 比往年再多发1个月。不过来看传统产业受到关税影响，年底奖金缩求水。我在想说，我们往年大概都会发1个月的年终，那今年可能没有到这么高的一个数字。根据人力银行统计，企业平均年底奖金2022年1.34个月，2025年来到1.58个月，是15年来上悬的新纪录。也拿年底奖金上悬的产业，第一名是金融甲保险，有1.97个月；建筑营造和不动产相关的1.79个月，其他的像讲电子科技、运输物流，还有医疗照护等等产业，嘛拢超过1.6个月。其他像讲一般的服务业、旅游休闲，年底奖金煞较后尾，尤其教育出版的年底奖金，敢若0.88个月。公共设施它也算是在营造业的部分，那在今年也有一些公共设施在跑。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因为呢，像是不动产产业在今年的状况不一定那么的理想，反而他们会需要呢用更好的福利留住比较好一点的人才跟这个业务人员。人力银行表示，2025年有65.4%的企业表示会发年底奖金，敢若7.2%的企业因为赚的平按算的更较歹，确定无发放年底奖金2款样，是毋是过年了后会有换头路的趋势？要个等待评估。公视新闻由严竹、郭俊林台北报道。今年过年2月14开始休到2月22，要提醒慢性病病人1月31开始得当先去领药啊！伫过年期间全国13间轻急症中心嘛拢有提供服务。后个月2月就要过年啊！过年期间民众上惊要看医生，也是领药啊，病院也是药局无开。像过年2月14至22有9天的年假。卫福部今年头改甲慢性病处方针，过年前提早领药的时间对10天延长到14天。慢性病患者上早自1月31开始，就通到社区药局还是医疗院所去领药啊。也若是像感冒发烧、胃肠的问题等等，全国有13个轻急症中心，让民众免拢走对急诊。那这13个中心在春节期间呢，除了除夕跟初5以外，其他9天中有7天都会提供服务。那这个服务就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药师公会联合会提醒讲，针对慢性病处方间安全领药啊，毋是讲看药单建议的领药啊，日期伫咧过年期间就通提早领，这定会造成误会。实务上是对民众药啊食了的时间，若是伫咧过年期间才通提早14天领。药师嘛表示，若准病院伤远，其实民众嘛通到社区药局来领慢性病处方间的药啊，毋过就要先问看需要的药啊，药局敢有。比如说医师开药的日期，好，然后他就是开慢签是开28天的时间，好，所以说上次领药的那一天日期去加28天，这日期假设是落在
过年期间，就是2月14到2月22之间，那这张处方笺就可以从1月31起开始领药。若是讲像心脏的药啊啦，还是胆固醇的药啊吼，一般拢有啦。啊，若是讲像阮兜较特别啦，就是讲若有的人是领一寡较精神科的药，还是讲困眠的药啊，啊，这阮就无囥啊，阮拢是收到单的时阵，嘿，才会甲你叫安尼。啊，其他的药就有可能有库存，嘿，啊，就是爱问。药师工会联合会表示，若准民众无确定当时会当领药啊，嘛通药单提例去药局请教药师，为着要鼓励医疗院所伫咧过年期间营业服务民众，健保署今年嘛投入奖励费用大约16亿，希望鼓励医疗院所甲费用分配予第一线辛苦的医师人员。记者卢尚祖、郑准佑台北报道。消防署嘛要提醒民众哦，讲过年要到啊，要大摒扫的时候，唔拿衫裤就爱穿一寡无用的锂电池，还是旧的手机啊、行动电源，嘛应该拢爱做伙甲伊清掉，唔通哦拢囤伫厝里。每一个时期，拢有一支手机啊，陪咱行过人生无同的坎站，内面有珍贵的相片记忆，真侪人会唔甘甲伊单掉，收伫咧盒仔内底。毋过你敢知影，即寡旧手机啊，你就算无去甲伊叮当，无开机，嘛有可能家己烧起来的风险。消防单位无建议甲即寡锂电池的物件留伫咧厝内。本身我们电池，尤其像一般的锂电池，当它里面的基板或是一些受潮，造成一些故障的情形，它就可能在内部造成了一个电池的一个自燃或是失控的一个反应。消防单位提醒，即马电路电池的产品高造成火灾有分2种，第一种就是锂电池的产品，亲像无线的启动器、行动电源、手机啊、电动机车等等。即寡锂电池一旦转湿或者是烧掉，内部的结构受损就失控。另外一种就是烧拍电，亲像电风、生命灯和电视、抽湿机等等，内部绝缘线已经必损，就会造成火灾。我们可以去摸一下电线，正常的电线是不会有太高温的情况，因为太高温你就会造成那绝缘皮肤会老化、会裂化，那造成它的破坏的时候，它就可能会造成电线的一个短路。过年要到啊，真侪人会大摒扫，消防队提醒民众一定爱甲即阵啊无要爱的电器单调，旧的无走，新的就袂来。甲处理的环境用互安全，唔通互消防人员冒险将你去火场的悲剧搁再发生。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什么物件拢会起价？今年民间的社福团体募集年菜嘛起价。中华的家庭辅助中心的年菜是对1350块起到1500块，目前嘛敢若募到4-5成尔。伊嘛呼吁民众发挥爱心，互弱势家庭会当过一个温暖的好年。水库笋丝、鱼翅冬啊，拢是过年会出现的澎湃菜色。但是因为今年市场的猪肉、菜色拢有起价，而且愈晚年愈贵，对袂少中价收入户或者是大家口来讲，款年菜是真大负担。自己煮的话，一餐啦，3人份的话也要破200块。单煮的爱200块。对。阮厝有爸爸妈妈，还有我，然后有5个小朋友。然后跟我妹妹啊，可是经济来源几乎拢是我较多，人口较多，然后食的嘛是有较凶啦。过去俗语讲，囡仔欢喜过年，大人烦恼无钱。中华家福中心表示，为着互生活较歹过家庭，买当安心过年，因逐年拢会募集年菜互受助家庭。但是因为原物料起价，今年一道年菜为1350块起到1500块，目前年菜募集也搁差一半。今年的年菜吼，因为吼物资拢起价吼，所以讲足歹募的。咱中华家福拢总有1700户，3000几个困苦家庭的囡仔，每一年拢爱募上少250万以上的年菜。目前阮募起来来讲，已经差不多有4-5成，吼，搁差一半。中华家福中心表示，因辅助的家庭计共有1700多户，有的是单亲家庭、身心障碍者、阿公阿嬷带孙等等。买年菜对这个家庭来讲是一笔真大开销，望大家做伙响应年菜捐款的活动，互弱势家庭的囡仔会当伫过年的时阵感受围炉的热烈气氛。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来看中国控制稀土出口哦，因为稀土是做木达真重要的原料，对相关的产业影响是真大。环境部嘛要来辅导业者回收木达，搁再利用。早起就立委号召来成立关键原物料甲循环经济促进联盟，伊嘛呼吁讲赶紧来发展技术，来回收出的稀土、贵金属、到金能源、金属等原料，会当来提高咱国内产业的韧性。
最近中国扩大稀土管制，影响到国际上国防、汽车、晶片这款产业。正做战略物资的稀土，台湾并无生产。即使国内有超过9成可进口的关键战略金属有4大类，除了稀土，还有对经济高度重要的单一金属、铜铝铀、半导体晶片、高阶电子零组件所需要稀贵金属、金银钼等，也是做锂电池的能源金属、锂钴液，拢深深受到地缘政治甲价小波动的影响。光一个化学产品啊，没有的话就断链了，就生产就断了，金价、银价还有各种新组哈，老实讲也非常贵哈。那这一个波动的话，对产业的发展，老实讲也不是一个好事哈。稀土由17种元素组成，互人讲是工业黄金，使用伫无人机电动车的摩打，国内无生产，也毋过毋是完全无资源。按旧家电、旧电动车的摩打都会当提炼，毋过业者反映上大的困境就是技术的问题。缺乏大型或者是高纯度的这些冶炼精炼设备，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把垃圾变成杂质较多的金属粉，但是很难变成产业能够直接使用的一个高纯度的一些金属的材料。按废弃物摕到战略资源，是城市扩散的概念。前环保署长沈世宏讲，台湾爱突破的是无法度留伫国内再利用的困境。它不但让它回收，还会为自己所用，不像我们现在台湾的问题是这样。我回收了，可是那有价金属不是我们自己如何生产，运送去给人家了，是吧？你下面是怎么去纠正这样的改变这样的一个问题？沈世宏讲，稀有金属的稀土元素会深深影响绿能发展，光电板到风机未来可能会拄到严重的欠缺。亲像欧盟嘛，希望2030年进程。战略原料有25%来自回收，再叫立法委员调集，国内正是成为关键原物料甲循环经济促进联盟，要来提升产业韧性甲国家安全。记者综合报道。2021年南部出现8冬来上严重的渴旱，为着要供供水，设立站文南华连通港今仔日办通水典礼。这条全长25公里的连通港哦，每冬会当出水量有80万吨。串联站文乌山头南华甲高屏溪水源，会当来强化嘉义、台南、各高雄供水的韧性，稳定民生甲产业的用水。行政院长邓英泰23来台南站文水库参加站文南华连通港通水典礼，兼宣示南部供水进入串联的新阶段。这个工程对108年推设，总经费133亿，公线长度25公里，每天的出水量有80万吨，主要甲站文、乌山头、甲南华3个水库串联做伙，甲即卖有的南华高屏因遮的连通港会当接起来。任何一项国家的预算。无论它是公务预算、年度预算、是特别预算，都会为未来的每一代子孙发生很大的影响跟效果。我们现在遇到预算还没有开始审议，最大的隐忧，诚心期待国会能够紧速展开今年度总预算。这个连通港采用双向出水设计，专定以水力来塞，唔免另外抽水。伫水库甜的时阵，高屏溪水量真大，会当由嘉善堰送水到南华，才可向顶头送入去站文、乌山头，把水捡起来，较袂互南华水库逐年雨水满甲流出去，1000万吨的水才袂拍算去。另外，若伫欠水的时，就会当由顶面的水库把水搁送转来南华甲高雄，安尼咱民生用水甲产业用水就法度应付啊。我们现在大概一天可以处理8万吨的再生水，一年大概处理2000万吨的水的再生水。那所以如果我们的连通管能盖好之后，每安省下的水就远远超过这个再生水的制造量，所以对于农业用水、产业用水以及民生用水都是最大的保障。2021年南部捌面对8年渴旱，嘛显示极端气候的风险。站文南华连通港完成了后，地当欠2000万吨的水量，未来当提升嘉义、台南、高雄整体支援送水的能力。按算伫125年准备支援的量，会当达到6成。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新竹市的停车位哦是真歹找，中央本地是编2亿外的增减预算，要来补助新竹市延平路地下室区停车场。社团出讲已经流标4届了，标要出去，佮加上已经过期，即马中央嘛准备要回收这笔预算。意外是批评讲，市政府的执行效率上歹了。
停车场内民众等咧找车位，甲你想要伫市区找到车位停，确实真困难。现实来讲，的确有需要有些停车场要多一点车位。不哩个即马刷传出，中央传2亿外补助新北市延平路停车场地下室工程，却因为市府流标失败，地书预算过期，还有中央，引起在地议员批评。那是否呢招标不利，又提不出具体的调整方案，却把责任整个归咎到补助期限、补助单位哦？那我想高虹安的团队对于市政建设的这个推动的执行力跟执行效率哦。一再的让人感到摇头叹气。毛民众替市府讲话，指出这几年原料直直起，工程会流标失败，一定有伊的原因。认真来讲，你进土方较早1-2000块，你进加5倍，你想人敢有可能要往？哦，都无法度，无人要来标就对啊。都觉得像没来标了。当初在申请时候的造价补助的部分的基数是以1坪16万，但是到了现在，其实1坪呢都已经超过了22万，所以其实确实在当初在申请的时候，跟后来经过几年之后核定的这个价格，确实是有相当的落差。也希望中央还是能够尽速再考虑一下，能够再将这样子一个补助款呢继续提供给地方政府。市府表示，停车场改建工程是甲原来的停车场改做地下冷站，当初是总经费3亿6500万，中央补助2亿。这几年原料起价，对地方政府来讲，确实拄到无人来标的状况。希望中央伫经费上会当继续协助。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来看奥斯卡金像奖3月15日要颁奖，入围的名单昨公布了。今年入围上侪是罪人这出电影，共提名16项，嘛拍破好莱坞史上的纪录。独立片上，阁有串流平台 Netflix 嘛拢真厉害，咱做伙来看卖。Sinners, Zinzi Kugler, Sev Ohanian, and Ryan Coogler producers. 台湾酷激烈集导以种族隔离时代做背景的好莱坞超自然动作恐怖片《罪人》，今年除了最佳女主角，共总揽所有演技奖项加技术奖项的提名，共16项入围，创下好莱坞史上上悬纪录。就连今年新增加的最佳选角奖都有伊，是赢过《铁达尼号》加《拉拉链》的入围14项的纪录。Lady, brother, be careful. I will. 罪人是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出品，同款来自华纳兄弟的入围赢家，还有保罗·汤马斯·安德森执导、里厄纳多·迪卡皮奥主演的《一战再战》。这出片带有乌色幽默，故事咧讲激进革命者为着要救互英国死对头绑票的16岁查某囝，被逼定出监狱。What I'm doing here? I'm creating a closed circuit. 一战再战共入围13项，伊之前已经伫金球奖摕到4项大奖，外界足看好的。那最佳男主角主演一战再战的里厄纳多·迪卡皮奥，伫金球奖了后，搁一摆对着主演《坏枪直传》的天帝提摩西·夏勒梅。Best actor, I think it's going to come down to Timothy Chalamet, Leonardo DiCaprio, and Michael B. Jordan. 总数30项入围，不只请赢的华纳兄弟探索，即马是影音串流 Netflix 加派拉蒙2间公司相争要收购的目标。那 Netflix 本身的表现嘛袂歹，伊同款入围最佳影片《好学怪人》甲《火车大梦》等片，拢总16项提名。伫最佳国际影片方面，台美研发做伙拍《倒手拐走囡仔》无通入围。另外，去年讨论真侪日本片《国宝》，虽然嘛无入围，不过有最佳综合设计的提名。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来看，有研究团队伫印尼发现一把红色手印的壁画，经过鉴定发现这幅画是6万多年前就留落来，嘛，假做是目前上古早的壁画艺术。印尼甲欧洲来的研究人员伫苏拉威西岛的洞内发现真特别的岩石壁画，做比对分析了后，发现这画是甲石料喷伫饲伫洞内壁顶的手，形成一个外形。部分剪头仔尾原来有收过，看起来敢若亲像真尖的鸟。专家当时分析壁画顶的矿物层，发现时间至少伫67800年前，比进前伫西班牙发现的记录搁较早1100年，是上早的岩石壁画艺术。This is a really exciting finding to find hands this old, but as you said, that timing is either
really early humans were in that cave making hands, or potentially Denisovans were making hands. 这项发表伫自然期刊顶的研究，改变英国认为艺术起源伫欧洲的认知。科学家研判，这个手印的创作者可能甲当时生存的人类祖先智人，也是叫丹尼索瓦人的古人类同时代。当时研究嘛显示，早期人类迁徙路线，智人到包含澳洲甲新几内亚的沙漠陆平的时间，可能比英国所讲的搁较早15000年。It is now officially the oldest known cave art in the world, which is really cool. I suspect it'll probably lose its title at some point in 2026, because again, as we're expanding using uranium series, as we're starting to just better understand how old some of the art is, I think more art which is contemporary to it will probably start to emerge. 印尼以有丰富的早期洞穴壁画出名。研究人员指出，新发现的红色手印壁画包含的信息是，当时人类已经有抽象思维，用艺术创作进行文化交流的能力。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2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3度。华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1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报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